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你爱专心仰赖耶和华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拢爱认定伊，伊得甲指引你的路。旧约圣经箴言第3章第6节到第7节。你爱专心仰赖耶和华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拢爱认定伊，伊得甲指引你的路。旧约圣经箴言第3章第6节到第7节。咱人伫日常的生活中间，常常掠做是聪明人，无想要来了解、来敬拜真神，无以真神所想事的做满足，结果就竞选行家己的道路。因为安尼，人生也常常受了真济苦，有时又搁落伫陷阱内面，有当时陷伫魔鬼的网络内面。这个时阵，若毋是真神丰盛的恩典甲拯救的能力，甲咱对迷失的路上，甲咱找倒转来，那安尼会当讲是极其危险咯。就亲像100只羊，毋肯跟对着牧羊人行，无要听牧人呼喊的声音，随着家己的心意走到深山林内。若毋是主爱的牧者亲自来找咱，伫危险的旷野中间，敢无被旷野吞食的嘛？咱人类也常常伫敬拜神的道路顶面，亲像狼主竞选家己的道路，就食真济苦咯。咱来当竞选敬拜真神，以真神的安排做咱的满足，咱的人生就会过得倚靠，有安稳，有喜乐，有真理，阁有愿望。咱人常常甲细汉囡仔同款，毋知影分辨好诶也是歹诶，常常竞选着会伤害咱诶物件。咱会祈求也亲像细汉囡仔无知毋知影要求啥物。敢有父母无将好诶物件互咱诶儿女呢？细汉囡仔若是要爱刀啊，要爱火，敢通好互伊呢？所以咱只爱伫一切所行诶事上顶面来认定神，以神诶带领做咱诶满足。真神所赐予咱环境，总是甲咱有益处诶，尤其是伊要为咱预办天堂好大诶所在。因为神是爱，伊绝对袂欺骗咱。所以咱只管放胆来倚靠神，免惊吓怕喷，凡事顺从以真理的带领，安息伫伊的带领之下，就得甲时时看见神施恩的手甲咱同在，对担一直到永远。你爱专心仰赖耶和华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拢爱认定伊，伊得甲指引你的路。旧约圣经箴言第3章第6节到第7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在立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